本歌。我们观众很多会讲日文的哦。那我清唱。好。需要皮质肌吗？还有带卤味有很多，就等几时会 Q&A 里。哦，那我呢？哇，来，记住等你啊！没表示啊，有呢。赶快截图啊！好啦。闹热倒你腿，闹热强下来。有錢可以向前波，用啲點樣睇下我係羅斯峰啊！他個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恭喜！哦，今日做安尼節目哦，年初二嘅 TVB 吧，我都乜嘅？鬧熱拳神盡每架，因為。拳神做咩噶？所以今日有唱到安尼，青島嘅神，鬧熱打擂台嘅拳神，來，唔呀，新年快樂！有啲叫我見啊，有啲真真會嚟到我哋節目當中啊，等下好好唐人好表現。今日唔單止做咩家啲，還有帶電爐來，電爐有伴手禮啊，咩有哦，都有啊，過年特別開放。所以根本也嗨哦，有好看又有好食啦，唔錯啦，好點嘛，係啊，雖然今日唔係乜嘅比賽啦哈，但是安尼哈，沒有唱到安尼評審先生，喜氣洋洋咧，先生好，哎呀，恭喜啊，恭喜！咁咩正嘅從你做咩假咯？我講下吉祥話。正嘅從你做咩假？阿爸係咪笑下下？千平好友的工作，那個風包拿到一太渣，是千回堂是啊，來，好，齊在位先生，好，大家好，新年快樂！除了兩位美女同昂嘅食材哦，資深美女，牛年祝福大家，來想一下。牛年旺飯，牛來運轉。哎呦，厲害哦！好旺哈，人家說流連忘返，把旺改成旺，牛年旺飯，牛年旺來了哈。今年係羅太狗一年，哎呦，本命年，可以冇空用呢。難怪按風水豐盛。牛年配一個。什麼吉祥物？對，牛年旺返。哎呦，對，今後，太假好。好，恭喜！沙來，鍾鳳儀先生，大家好，我係鍾鳳儀，今日非常歡喜啊哈！今日過年嘛哈，年初二祝福大家忙年今年，因為今年啦哈，邁步有傳台前。邁步有穿台前，邁步穿台前，邁步呀，邁步有穿台前，去60講，邁步啦，穿台前啦，來，都強用穿台前就錯了，台前咩？陳先生，不過邁步。買步，做咩穿台前？冇錯，穿台前。對。哎呦，咁樣雖然唔係乜必須啦嚇，但是你過年咩？過年要發到個紅包咩？哦，你要包紅包，不太記得。謝樂哥，是。牛年旺返。但是包紅包之前呐，我們先來看一段精彩的表演，好唔好？過年要有過年的氣氛咩？對嘛哈，有唱到乜嘅呢？來這裡妙齡男中，上比古箏吹。好，來帶來精彩的表演。
哎呀，真的，哎，厉害！难得过年当中的油腔都给到了现场表演闹热滚滚，真的。哎，现场过年之后有安尼气氛啦，嘿，按张潮对嘛哈，俩就会过年的气氛啊，风暴啦，什么什么对嘛哈，哎，什么牛太哥，谢谢，做得不用挨俩。对，有一本安尼沉水平哦，系哦，喺度內邊，我攞去聽表聽聽啊，我攞去聽表聽聽。哦，等下先表演，走，啊，等下好啊，等本嘅，啊，但是應用本身拿來做紅包呢？哎呦，唔係打啥油哦，哎呦，有看到你對面嘅3位評審欣賞有冇？佢3位會給出分數啦，給我打分數，我超過90分，加1分加一隻紅包，假使講你嘅45路嘅發係講.6、.5，你就真的加拿一隻紅包，然後點4以下就沒有了。你為什麼要站我後面站我？怎麼了？顯瘦啊！顯瘦。哎呦，發面比較平衡啊。心機那麼重，對不對？導演咯，女明星都這樣啊。希望你們能夠拿到越多紅包越好，好不好？導演哦，你們都沒有過年的氣氛，歡喜一點啊！過年咧，對吧？拿紅包歡喜咧。有倆小朋友蠻拿啦，準備好會表演的啦。好啦，有請到 TVB 尋朋友全省提名大頭名誒。來。有請演帶來心想事成。躺好了哦。萬人想美夢成真。心想事成，美夢成真。萬人想美夢成真。心想事成，美夢成真。人生兩人書中成，
心相思深，迷梦深沉。哎，青妍姐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好久不见。对对对，哎，新年快乐！哎，恭喜恭喜！哎，我们客家界的周游阿哥啊。哎，有一些冲嘞，不冲狗嘛，冲。哎呀，冲狗哦，冲狗哦，松柏那边新山讲起唱的小林幸子。小林幸子，哎，嘎个天后呢。哎，你唱这个歌真的好，转音喊赞，好有味道哦，真的真的。谢谢。哎，哦，这个味道是怎么学来的？很厉害呀。吃演就会的，就这样唱。是因为你平常都是在演唱日本歌曲吗？对，我很喜欢唱日本歌，我常在表演日本歌。哎，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过年哈？唱过年演出哪对嘛哈？来一条哎，日本歌来一段。我们观众很多会讲日文的哦，哎呀，好不好？来，好，那我先唱。好。需要皮尺机吗？自己也不会，不是一下子不晓得怎么起那个 key 啊？对啦，你可以哎呦哎，好，可以了哈。川地生まれのフライバ生きのいのがあん売りもんやさても皆様恐れながらここが男の舞台なら太鼓叩いて見栄を切る喧嘩林の川路武士哎呦，真的有味道，有味道！哇，这转音还有个很低真的哇，很厉害，真的很有日本演歌的那种。哎，这位老师好，我要我要 sake， sake 啊，我要 sake，今天三星，哇，哎呦，听说你把你们家的这个特产的招牌哈，带来的现场，哎，赖以为生的东西带过来的，是，哎呦，霸王，看哇。哇，好棒！看起来，哇，这个霸王这看起来这是属于真的还是炸的？我今天是用炸的，今天用炸的。对，啊，你平常卖的是用真的？也有真的，也有炸的。哦，我想奇怪，平常卖真的，然后带来给我们用炸的。对，炸的有猪油香，哦，真的是比较清淡，比较这样。真的像新竹一带都有真的。那个真的是你俩问吗？真的啦，他没有剪断，应该要剪断一点。对。Q 不 Q？Q 肉嘞？肉馅香不香？赞。现在有一些狼配还是很 Q 哎。哦，有点冷掉了。有一些狼配哦，因为你的摄影棚太冷了，真的好冷。可是真的很 Q 哎，很 Q。霸王我可以。正经有一些个猪油香，对，用婆哎正经猪油香，米西某用，应该要收一下这个声音。你有满意？哎，这声音好特别啊！就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你看有一盘，难怪可以卖1000多颗。对啊，上量后卖5点钟，难怪。比较 Q 哦。对啊，里面肉馅也很香，非常香。他养我的家养了40多年了，现在过年了，我真的比较忙。对，而且我又要练歌，因为我最近都有在外面表演那个。日本歌那么忙了还要表演？我有参加一个表演艺术协会，他们都会去接节目啊，都会叫我去唱。哦，这样是有酬劳的吗？就抽了。有时候有，有时候
哦，有时候做公益这样。对，有时候充公益，分对，有时候有红包啦，啊，有时候就公益哎呦，的。讲到红包来，对，唱完了哈，按了先唱一下。唱来你跟欣赏，请下欣赏。好说的东西，大家共下来分享。你遐好多年，年纪创立客家歌，首先还是本肯定。唐特色啦哈，唐特色唐特色啦哈。你歌声哈，真圆润，厚度够，磁性也有。你睇你唱歌有音感味道，也非常好哈。谢谢。你讲你好多年创立，你上发公司条来噶，下了王一贵下来那出歌曲还有搞歌，但是有杂事人建议，灿烂浅长，没浅层。几首歌曲是第一点点在咬死你小可以缺点，其他非常非常好，加油！好，谢谢，好了，谢谢，快点拿到一斗粉红了。看有经验嘅分数。96分，60红包，60红包啊！本颁奖，问题硬要带我一多集咧，一下60都分咧。係啊，一下60都分咧。哦，恭喜你得到6個紅包！哎，恭喜！謝謝，今年這恭喜恭喜！6個紅包，換這個哈，哎，麻煩，值得，恭喜啊！祝大家牛年行大運，心想事成，美夢成真。謝謝，回做休息哈，謝謝。好，哎呦，你繼續是嗎？小強老師，小強老師等他去搞了，有福了。哦，好嘞，哎呦，靜妍姐姐創題了，哎呦，帶了好食的馬丸，沙嚟嘛，呢？其實四人妹哦，起皮帶來食飽呀。哦，食飽呀，今日唔要帶埋個食嚟了啊！來，期待哦。呀，做乜嘅條路？做美睫，美睫也是美容业。美睫，睫毛，哎，那個門外漢家姐，雖然要講嘅無效。以前無壽壽萬年。我嘅 T 恤，送本用面主持。哦，真的啊？是萌嘞，蠻可愛。感謝。做的，不過應該做出應該有些排泄。啊，唔會啊。他叫英聰明。做得怎麼？做的，還有分尺寸。用สุดท้ายที่พาสานเนสเซอร์ถ้ามาหมดตับเตยเจอเพลงอยู่คงหาลอยฮีโฮบากาชิยิ่งไงหาก็มาเลยคงหาเดวหนาวเงี้ยชูห้องหน้าได้มาจุดเธอชิมเลี้ยงริมนกดูยี่ทำยองปานายิ่งไงคงยองมาฟาดดูเพลงกองหวานชมเมื่อไงลาวเงี้ยกองตาใจกูsẽ nề tết giao vụ phong nhang trong lao ngày chiều đông dâm lúc tha e đủ để tháng hà công thơ để phong nè nè phao cha chỉ bao ya a mê hạn để cho ha mô hạn chỉ cha nhẹ công công xin nè nhạc bột tu con gì lúc thiong sẽ ha ha trong ghế phố pha lê theo nam mô sức tập đa dùng sự thay đi khang xa nế sơ thay mà một tập bơi gieo phê nhu kiông hà lối hí hô bà cao shi nhưng nghe hà công mà lời kiông hà theo nào nghe su hông na để mặc chủ theo sim liang bim lộc tu nghĩ theo nhông bà na từng nghe kiông nhông một và tu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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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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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Happy。公演嘛，哈，祝福大家牛轉幸運，牛年行大運。哎呀，明年这是哪个年的？航太运，航太运，牛，大家都祝你牛年航太运。嗯，姐姐呢？姐姐嗯，還在忙，姐姐比我還忙，我撲戲啊，我搞蔥果啊。對，人家係做戲的哦，他姐姐啊，厲害，嗯，他姐姐叫徐子淇，他們家哦，真的爸爸媽媽的好精髓哈，好精髓，那媽媽的好肚子，好肚子，生的都漂亮又會唱啊，真的，生得講又會唱歌，會唱，很奇怪呢，很厲害呢。來倆弄嘅道理台嘅時節，我還是學生，還是學生，多久了哈？你第一哇，我比完10年有了哦，有10年了嗎？有我不知哦，我知都不知哦。哎呦，唔係你是管嘅時節，可能就超過10年。所以你看，哎，從少女這樣看看，她現在變少婦了，現在變輕熟。結婚了嗎？結婚了，結婚了哦。小孩幾個？一個就很多咯。一個啦，沒有再繼續想要再打拼。你看他還想到就會講啊，現在照顧小孩很辛苦，辛苦了。他又在創業當中，對嗎？哎呀，做馬個頭都做美睫，也是美容業，美睫，睫毛，哎，他們門外漢人講那麼多，現在員工也冇好，冇好，直接貼就好了。哎，給你帶來那個好料的美女，你的大餅還要給你哦，沒有用着來，帶來的。因為我我家鄉係在大蘭，其實大蘭左蘭，大蘭大家都啲係水果真有名，所水果就唔是給介紹。你間係你下遊園包遊覽車去，真有名嘅哦，包遊覽車去買哦，你間太平就係其實在我們那邊就是結婚呐，就會出現哦，婚禮的大餅會送禮嘛，結婚嘅時間，因為它很多種口味，今天帶2種。哦喲，我們就不要介紹那種傳統肉餅，然後係土鳳梨，然後芋頭麻糬。芋頭，哎呦，芋頭是哪裡的？芋頭的黑兩張，可能應該是大甲芋頭。大甲芋頭很有名。因為唱嘅糍粑，糍粑嘿，係第一款啊。糍粑，嘿，有，麻糬，花生嘛。哦，是。哎呀，我先來一個土鳳梨，好嗎？然後普通嘅太平毛麥香用，它有好多層次哦。還有什麼？敢唔清甜？唔好講甜，哎，有啲土鳳梨嘅酸，酸甜，也唔好清甜，唔怕。快更快來，讓這種凶的事。我再來一個芋頭。我第一次吃到這種大餅包芋頭的。大餅包芋頭，懂奇特。米奇，佢口味千多10個種，裡面有一些酸酸的。它土鳳梨有點酸酸。降過拿結過來。我不會嘛。冇會流崩啊。好啦，我給他個公平一下啦吼。喲，好，也賣公平。好。這位先生，好，這位老師來的。哦，按叫冇看到屁影哈，分享這麼一個哈，帶暗號式嘅東西，來接咗嚟唱歌嘅啦，唱歌暗號堂。沒有。這個東西好是，好，什麼已經俾表演，好嘛？當後堂又當後式，哈，什麼嘢？好，對，佢今日都拿到一個大紅包啦哈。看起屁嘅分數。來。96.3分啊！中央按你都60紅包，容易比什麼先生？ 60紅包，
恭喜你！谢谢。好，有喊出准了啦，好吗？好，没问题。好，你就放掉工作嘛，也是可以。没做的，好嘞，冲过啊，带好车来要记得啊。对，好，没问题。什么？恭喜啊！穿台前，好。牛年穿台前。哎，我这个凤梨真的好吃哎，不是凤梨那个。啊，你继续拿来。介绍汉语味啦吼，汉语好吃嘞。这个然后莫弄介绍吼，我弄介绍唔尽量适合我。我介绍分享海味陈建基带来精彩歌曲哦。好嘞。秋莲在中年苗飞前，一生作嘅秋莲中，穿梭彩满人间。敲啊敲烽烟，过年莫一年，米青木秀寿满面，明眸开水。晒呀晒过天线，年啊年丰年，啥有的细细甜，还有冬乡春树老地泪天天，无心看苗飞，一心望秋莲。秋莲行多远，远远，南船木下江畔，孤枕难眠，想啊想秋莲。身作嘅秋莲中，穿梭彩满人间。敲啊敲烽烟，莫年莫一年，米青木秀寿满面，明眸开水眼，晒呀。晒过天线，年啊年丰年，啥有的细细甜，哎呦冬乡春树老地泪天天，无心看苗飞，一心望秋莲，望到苗飞哥。梦到秋莲行多远，远远，不甘全木下江畔，孤枕难眠，想啊想秋莲。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你看今年真的是，还好观众朋友拜下年啊！拜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恭祝大家
牛年行太运，牛年行太运，吉祥如穿太前。哦，吉祥如耶！過來，唔咩客家人，真嘅，個客家話講到暗髒暗火，喺前面也睇喺客家人有乜嘅？咩其中原因之一。咩原因？哦，不太一樣啦。對對對。向下學習，向下學習，對呀。你看槍比係幾行下厲害咧。係啊係啊。誒，根本亦唔單止嗬來唱好聽嘅歌，係含帶電路來。電路嚟真健康。崇拜哈，崇拜嘅。大概問睇下可以年初衰嘅時節裏嘛，因為人希望飄現，人希望飄現嘅時節，希望飄現嘅時節哈。要破嘅廣告都有免俗檔吼，有兩種胸片，你就看到進電影箱，進電影箱做嘅T 恤，送本用民主持，真的啊，是夢嘞，蠻可愛，感謝，對，做的，不過應該做出應該有些排泄啊，唔會啊，太講清楚，充電片做得做冇？做的，還有分尺寸哦，排泄哦，我做時間要滿歌啦，要滿歌，愛滿歌嘞啦，愛滿歌排泄有好，大尺碼，對，不用強調，大尺碼也是要吃啦，有好吃的東西，對，好吃，裡面帶蠻好料的。路哈，有看人自家做嘅，自家做嘅，含雞亂搞，也係雞亂搞，含咩哦，含雞亂搞，好什麼？好吃，就很像給我的嘛，給蔥麵包卷啊，哎呦，也是嗰年講做得賣咧，所以其實都可以買得到嘛。自家做，冇咁多啊，佢冇賣哦，冇啲網絡買啊嘛，沒買唔到。試驗冇做安泰，做得可厲害，這可以跟他結合哦，對，把他的秘方拿過來，自己創個品牌。無經驗還可以訪問，哎呦，對哈。啊，唔買啦，雞卵狗就送2、3。我為什麼要訪問？他又沒有給我業配，我幹嘛？那這條拿去幫他業配好不好？啊，我嘛嘅錢都要穿嚟。哎呀，講開話玩笑咧。好生啊，好了，不管用版神要唐先生公平哈，馮先生。陳先生哈，伊從了流行歌前後都新年快樂，恭喜恭喜哈。因為你查從了係歌係你梁煥波梁老師嘅歌曲，我本意則建議啊哈，因為雖然講你因為你彈出來是講。從因要模仿你梁老師的翻版，因為你倆流行歌從了動好咧嘛哈，建議講做得唱出自己的曲風，重複這個每套曲風。雖然講做得模仿做得擅長，可是長久的而唱出這個風格出來，安尼是安尼進步啦。對，要有獨特的特色哦，對，但是唱得懂好，懂有味道。來看一下，你再拿到一朵大紅包。來看陳建騏嘅分數。96.3分，通用60紅包，恭喜啊！恭喜啊！恭喜！新年開啟啊，都發財。真的，有空就來，好不好？歡迎！他真的是俺那節目嘅常客。係啊，觀眾朋友懂得看，大禮拜都看到，懂得彈吉唱歌誒。好了，謝謝啦，謝謝，大家，哦，大家發大財，好，發大財，謝謝，好。來，沙下來咧，沙來泰國啊！哎呦，剩加甜帶來3個字，加甜白來，來，談啦哈。愛家了錯那。
兩位做專員好，新年快樂！全世界呢個客家人大家好，今年係年初二，新年快樂，牛年行大運，大家大發財。什麼？什麼？很讚，新年快樂！哎呦，哇，聽把呢度寫啊！今年啊，加兩張嘢，哪兩張嘢88。88歲，哎呀，你看，88歲，你看，你看這多好的這個對吉祥的數字，吉祥數字，還天空的充滿88歲，當關於呢客家天師台。天師台，有這樣嚟唱歌啊，當關係，對，挺錯愛呢，對啊，還是咁樣嚟唱唔熟。係咧非常有味道，因為特別先生講嘅嘛，一山歌咧作韻莫作聲啊，對嘛？阿天北條白嘅來比賽嘅時節，然後只爭60人歲，其實空歲天，嘅樣式，婚姻新年了，嘅聲吼，一邊唱出去攞杯都糖嘅，哦正經哦，嘅浪調啊，浪調，很讚，你阿糖一輪沒按用啊？也沒用啊，但係當然變上了，變上了哈，70人歲咁，也88歲有差啦，哎呀有差啦，但是唔好差唔多，差啲嚟聽。差一些嘞啦，有咩千里開嚟88歲嘞？哎呀，阿天伯嘅大概啲唔單是山歌唱得好，佢帶到那了，茫茫到深坑，茫茫到深坑是不是？很多霧的深坑。深坑最有名的係乜嘅？豆腐，豬頭腐，還有批豆米頭。阿天伯這個深坑啊，個臭豆腐界已經是這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真的，聞臭下馬。已經大概經營了40-50年了。哎呦，名店就臭了。對啊，現在已經傳到第3代了。第三胎。今日有帶出豆腐來。有呢。哎呦，哇哦！紅燒的青苔丁，你看。這個是我們台灣這個道地的這個文化小吃。深坑，茫茫到深坑。你要先吃什麼？我要吃紅燒的。紅燒的，好，對的。紅燒的，可以嘞。豬腸平常嘅豆腐共用誒。我見每等下食，望有老人講法。哎呦，很燒誒哦。有雙燒。哦，好食嘛？好食啦。好燒誒。我出得我一烤誒。哦，跟還有觀眾嘅蚵仔麵線呐，咩千油麵。唔會講麵。佢主要以前賣蚵仔麵線，嘿。真的是紅燒的哦。紅燒的呢？紅燒，它已經把那個臭味哈，已經煮到已經是。還是在湯裡面。變成香味了。哦。今日當上一看就識嘅婆嘅嘛。哦，婆齋啦。齋嗬，一聽到批嘅泡菜。嘿。嘅家庭把嘅出豆腐唔會講清楚呢，唔過有很濃郁的味道。哇，炸得好酥哦。嘿。還有一點焦香味，有冇好吃？還有個臭豆腐8塊，對，白款。有的臭豆腐就是你覺得吃起來沒有什麼，有的那炸的那種軟的，它們炸得很酥，然後它那個外酥內軟內綿，底部還有汁，好吃。哦，要炸該部分的真的年代好吃。我真的啊，我真的。個煮的呢？煮的他冇嘅米頭共用，然後是選擇啦，好吃，係啦，真嘅好吃。好，繼續雙馬狗。好啊，公平啦，這樣就係欣賞公平。你話貴州山歌嚟講，潤腳冇問題啦，就講氣方面可能就潤用注意下，有時不挑氣，不咁幫嘅挑氣嗬。比較合適啲高音對人講，可能比較合適啲嘅話嚇，還有睇講睇價炒蛋，唔好睇價炒蛋，睇價價田所以咬字要注意啦嚇，係溫氣方面要注意其他方面，當然冇問題。加油！好，來，可以做接到呢度分，拿到呢個紅包嚇，嚟。加添8個分數。幸福你風箏了，大家來跳舞。
你要不要 solo 一段？你要跳一段吗？他也会头转，头转他也会头转哦。哦，他的那个小心。转，哇，转哦！娘娘大师经过这人间。今天带什么好料的来？带蛮好料。那这个做诶草莓塔，我去嘎做诶，这个做干什的？可以了，今后是一口会爱上他哎，真的吗？对啊。加甜8个分数。哇，甜8！对嘛60红包。就是5点钱嘛，四舍五入6个红包，60红包，66大顺。带暗后是咧红烧豆腐，还有炸豆腐，本来的改炸哦，啊，今日88岁又改炸，哦，啊你全部全部分啦，嘿，好，新年快乐啊！吉祥的象征啊，对吧？你拿了钱就想会走嘞。老人家说呢，赚到钱莫怎么动开的。不是老人家，没按钮。当然了。好来，还有沙下來，老人家表演嘅，來小朋友，來自花蓮嘅小朋友，三個小朋友帶來精彩嘅表演。好嘞，啊，可以哈。看书，and 你书看书，小朋友。
那么小就跳这种 breaking 的那种东西，哇，来，姐姐，哎呀，哇，刚刚妹妹有自己 solo 了一下地板动作，来，你虽然来你自己的 solo 不要啦，我会输哎。啊，你会输？我们没有要比赛啦。对不对？这梗没有用过，快点，快点。姐姐帮你拿。梗没用过，姐姐阿姨啊，姐姐。阿比，我可以。阿比，好来。来，哎呦，出去。哦，没关系，一起来，我们陪你。Lucky 来一下。还是要妹妹陪你。哦耶！跳什么？虽然动作很小，但是有那个感。你跳这样，我会想到赵正平。不会啦，请等一下。那弟弟，你要不要 solo 一段？你要跳一段吗？他也会头转，他也会头转哦。那你要头转吗？他们需要戴帽子吗？来啦，拜托啦！他也不用戴帽子。我等下拿臭豆腐给你吃，快点。快点，上题你要头转一下吗？那一起上题来一个，头转98分哦，快点，快点，上题还是要跟姐姐一起，红包全部给你。对，上题来一个，上题，来，中间，来。他的那个没掉，小心，转，哇，转哦，换声音，转错边了，没关系，对，转错边了，没关系啊。他怎样转错？他转错边了。你转错边了，来，你转错边了。再转一次，头会痛吗？这样会不会痛？还要再转一次哦。对，哇，真的很厉害了，很厉害。来，他带来什么好料了？来，让姐姐来一下，让伯母来一下好了。来，陈瑜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还蛮该粉色嘞，很像火龙果嘞。这是红龙果干。红龙果干，就是火龙果干。嘿，对，哦，红色的那个，如果是那种新鲜的，切起来要吃，对肠胃非常的好，非常好。跟 T 白丝唔敌，你知道吗？刚硬啊，正给哈死。对啊。黑白色的发哈，白色就是降血压，对。然后红色呢，其实就是那个维他命 C， 还有可以我们多一点那个胶原蛋白。对，这个第一次吃的人真的会吓到。对。第二天起床，哎呦，上厕所，对啊，其实是这个在作祟。来吃宽啊，对，它是湿的，是。你想吃吗？其实它也可以泡水喝，它也可以泡水喝。泡水它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吗？没有，不会，它就是一般的水。带有糖豆螺哥咬的那个有一点点那个脆的那个感觉，有一点脆的感觉。如果你们找你们找然后都会找呢。一般来讲，水果全部用找的。它的胶质全部跟胶原蛋白有在当中。它没有到那种。寒瘦寒到很干，他没有那种晒干，没啊抹米头，有，所以它点原咪吧，原味，原味，然后只是把它稍微收干这样子，好好吃哦，好吃，好吃，这个应该也很棒，很健康的，你就不用买整颗啊，你就可以这样买。一包的，你看，他就把你还可以泡水喝啦。我们姐姐说可以泡水喝，要怎么泡？泡什么水？就丢到水里喝，把那个丢进水里啊。还要我教你？就把它丢到水里喝就好了。送到马狗嘛，清神机。好，唱完我们来请一个老师说说看了哈，像赵炳新来选了一年半载哈，看电记得睇，陈以後佢咩啲鬧嘢出來哈，你記得他其實記得有一隻團，其實他們本來就花蓮小客家有幾花蓮小客家，你們有多少人？本來你記多少？6個，本來有6個哦。大家雙面一看，佢哋有喺啲半年來思維線上啲發動啲 Hillsan 哈，培養了一個新的年輕的團體，將連謝宇威老師糖豆記得創亮數，大家來跳舞，他都覺得哇很驚豔，沒想到可以變成舞，比可能
感人傻傻听听，有一点点怯场，但是他们的表演是很棒，上网看，而且他们记得要懂得团体啊，要懂得表演，而且记得会表演。但今天他们真的还是很棒，我也觉得很开心。小朋友做的因为客家歌，本客家歌是那什么样，而且他们很厉害哦，他们什么歌都能跳。譬如讲，刚起司飞行上的是龅牙，他刚刚那个霹雳爹冲，他们3个后面伴舞哦，真的，他们这个歌也可以跳舞，厉不厉害？那3大调的歌他可以吗？哦，也可以哦，山歌也可以跳哦。那所以以后来做闹热专属舞群好了，可以。好啦，欢迎接下来表演，欢迎你们常常来表演哦，真的那个乡亲来点饱那个，真的可以点饱那个，可以啊，好，谢谢你们，大家都很喜欢你们的表演，很棒，谢谢三姐弟。我们要看一下分数有没有拿到红包啦。流浪三姐弟来看一下，你法脸组跟小朋友的分数。最高分的2.7高分哦，7个呢，我没那么多呢，很烂呢，刚刚被拿光了呢，唔怕啦，全部分给就好了，是酸的啦。小孩子来开心，嘿，小孩子开心就好，对吗？来，公演就拿红包，新年快乐！哎，恭喜啊，恭喜恭喜！给你红包，你要说什么？啊？谢谢龙哥，谢谢帅哥，谢谢帅哥，谢谢哥哥。哎呦，这个孩子会做人，会做人。好了，恭喜恭喜！谢谢，来，会坐车骑，会坐车骑。好可爱。真的，你看，那客家街真的很多这个新进的人员，真的很优秀。新血轮，不管是在这个我们的前辈也好，对不对？还有现在线上的，还有这种新进的这些小朋友们，全部都懂青簪哦，懂厉害，对，客家处处是人才啊！没错，人才现在全部都在这，人才济好济，尖人才尖，来杀下来啊！也买起人才啦哈！你用力的含有，超大舞台来欢喜歌新年，来大哥啦！恭喜哦，大家来拜年喽！哈哈，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年嘞，恭喜年嘞，炮竹异乡来拜年，家家户户万幸中，恭喜年嘞。总灯结彩闹连连，南路有喜洋洋哎，锣鼓响连天，白阴阳神仙，恭喜恭喜，娘娘大事金光走人间，祝一生恭喜。恭喜哦，來拜年哦！恭喜恭喜，平安健康歡喜，過新年嘞！哦，大家恭喜哦！過新年嘞！恭喜年嘞！好做異鄉來拜年，家家戶戶萬幸中，過新年嘞，恭喜年嘞，總燈結彩鬧連連，南路有喜洋洋哎，鑼鼓響連天。陰陽神仙，恭喜恭喜，娘娘大事金光走人間，祝一生恭喜，又一生恭喜，恭喜哦，大家恭喜哦，恭喜恭喜，平安健康歡喜，過新年嘞！鑼鼓響連天，白陰陽神仙，
恭喜恭喜，娘娘大事金光走迎接，祝你上恭喜，用一声恭喜，恭喜哦，大家恭喜，恭喜恭喜，平安健康欢喜，过新年嘞，恭喜恭喜。平安健康欢喜，过新年嘞！恭喜大家太发财！耶！恭喜發財！你真係有地步，新年快樂！一條歌啊，本兩個創嘅根本冇乜高人的氣氛嘅，對。和大字炮他們很多那個有沒有小劇場？哇，這個動作很多，動作很多。哎呀，又看到了哈，最近你冇係乜嘅？窮樣，肯定啲嘅饕餮咧。對哈，先同觀眾朋友，哈，拜年拜年一下เลย對不起。恭喜大家過新年，鼓樂上鬧連天。良心祈求萬幸現，榮華富貴過萬萬年。對，哈，今日冇編呢，冇編啊！哎呀，這越來越斯文，哎呀，從一而終啊！對啊，而且還是那種很中規中矩嘛，啊，工作太假，哈，對，別特色啦！哦，哎，今天帶什麼好料的來？帶蠻好料，我這個做嘅草莓塔，我這個做誒，這個做咁實的，歡迎來親口吃一口會愛上它哎，真的嗎？對啊，這個做很厲害。本來是說那個如果怕酸呐，上面攪一個奶油球，可是我奶油球沒有帶了。奶油球，哎，沒親下感應呢。要不然還有一個方式，煉乳。煉乳也可以，煉乳有帶嗎？也不也沒有帶，都忘了。一個拿開來食啦，吃醬拿來食啊？對，拿蛋撻。哎呦，會吹的。你就要整個拿起來，整個拿起來吃。哇，謝謝，好貼心哦。你要餵我嗎？當然沒問題呀。酸酸甜甜有沒有戀愛的滋味？它後韻很強。有啦，會不會啦？而且我裡面的餡是什麼？給你猜。裡面東西。裡面卡士達醬嗎？哦，烏宗線。沒啦，番薯。番薯。我番薯打成泥。哦。來撈喺卡士達咧。哦，有。那你懂厲害？番薯。真厲害呢！試了冇番薯嘅米湯。哦，這裡真的那。就當不然有個啪啪嘅杏仁片哈。對，那些。它好長對嘅，講真的，哎，我沒想到你這鋼鐵女超人。對啊，還做甜點。平常按哎做按助攻的你說哈，還有拍拍水按油按呢。為了來年節目啊，本來做我這個做嘅講40年的，我這個做嘅用那個菜脯乾雞，老菜脯雞，啊記得都講希望做甜點，結果係啊，冇啊，結果唔掂冇，早上還要工作，晚上回來先做好，讓它底下，然後上面才。早上才放草，把它1年100天對嘛？公園的節目啊，對啊，是夢啊，是夢，對，用愛梅有帶哦，有啊，看到了，順豐哎，這是那個配菜，桂花梅，趙帥爸爸做的，對，這是我爸爸做的，桂花梅，爸爸做的，哦，我還以為你隨便外面買的，哦，不，中不得，哦，這個桂花梅，這個配帶那個前菜，然後可以開胃，然後再如果吃了火鍋，那還可以去油膩，該又不覺得甜。哎，好吃，對不對？就覺得它的那個酸味很好吃，它會有一點那個脆，它不會到那種黏黏的。很適合，剛好懷孕，是。這樣子哈，你打去幾位啊？哎，好吃嘞！哎，不會很酸嘞。好。因為你吃過我甜的，就不覺得酸。哦，可以這樣哈。對啊，你甜的吃完不覺得酸的味道。你如果先吃它的酸，你就覺得我那很甜。好了，感謝，謝謝，真的好棒，你們真的好有心哦。米蘭的節目製作單位一聲交代哦，你們就絞盡腦汁說哦，對啊，有什麼好吃的後告，辛苦，還好了，來衝起來了，講評下。唱風先生。
今年非常有个永恒谈到我们的德武啦，例如姐那个从梁东凤仪的狗年哈，我是觉得德武又在欺负我们的丽如姐姐啊。你看，给你出了哈，德武都是被人欺负的，不是，因为今年起了去欺负我们的丽如，因为去走了高点有没有哈？走到按很牛马咯有没有？春线还忙出招啊，个是土鸡去打机炮。那女孩子最讲是打机炮啊，有没有哈？伊叫他头先养落去，所以我起了讲，我们丽如姐好不好？宠上气接不了下气，老咧无60岁咧，伊也几多岁？咩啦？你莫讲，什么莫讲老啦哈？你什么小25岁，其他基本楊康啊哈，全部唔記得幾多歲。因為德武是進步動作啦，就是說，他那種你其中你一點點的小建議哈，這種你比如說你讓人對床哈，你要去帶動他。你土雞來從倆數過有沒有？雖然講東方魚來講，可是莫講這個東方魚邊咯，朋友那邊是一隻壓力啦，一隻負擔，所以講倆係一點點的小建議，其實倆足夠床非常好，非常好。什麼意思？他以後拿到一個大紅包了哈，歡迎他。用力還有抽的不給分數哦。謝謝。什麼？95.7，60紅包哈，是131張，全部本記啊，也131張， 131是2張哦，係啊，好了，6張，恭喜哦，是否，謝謝，所以全部要給你，對，謝謝，沒關係，我私下來包給他啦，小鮮肉，我為他用錢，對，有機會再過來啦，好嗎？什麼，謝謝。哎呦，他可真係懂用心嘛！帶組都好事咧。係啊，係咪？係啊，沙好的沙了就厲害咧。哦，特別說，清粉意看到清好自己啊，係咪好？加個滷味，哎呦，真的是不得了啊！好滷哦！你個中香腳阿姊帶來高起菜茶。好嘞，談完啦。有看到就等幾時會 Q&A 哇，來，記住等你啊！冇表示啊，有啦，趕快截圖啊！好啦。有錢沒錢，就愛身體健。好吃。哎呦，我住3義，那個從小那邊長大，我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你沒有吃過？你沒講黑，你跟人家。朋友推薦這個很好吃。那你把我們當白老鼠？
呀，袁科技呀，科技新年快乐！哎呦，先看到两个，我先来舌头嘞，没礼貌，先帮我啦，我不用科技扮演一下，来扮演。哦，各位朋友大家牛年行大運，哎，大吉大利，哦，萬事如意，讚，米農客哦，你看上癮了，這種CC很多報紙都按優秀啊，真的哦，不簡單呢，不簡單，謝謝。嘿，跟人家開店要開多間呢？店面2間啦，村內還咧園區嘅駐點，整個新竹科學園區都是他在包的，哎呦，嚇死人了，真的呢，幹嘛？竹科女神，對啊，按乖，幹嘛？對啊，對啊，公園聽錯音哈。開店面夾生意去處理，其實附近新竹科學園區，出錢就好嘞，算錢，嚇死人了，真的。就是咧有興趣啊，有興趣，有認真，我有帶路位有看到了，就等幾時會 Q&A 你的，我知道你的都中單嘅，乾姐姐好久不見，沒用啦，乾媽比較好啦，乾媽直接就紅包了，哎呦，哦，這個牛肉豬皮啊，哎沒，豬耳朵，然後你要配一點蔥花，我哋懂糖豆秋霞老師都市憂傷呢，暗夜糖豆憂傷，哦，很車哦，青衣米要車唔好講太爛，有，你還牛肉嗎？係啊，有，但係牛肉唔會。有啲人滷到會跳爛係嘛？咁唔係，佢一嘟好。哦，小下欣賞。哇，來，記住定你啊！啊！唔好挑事啊，有啦。趕快截圖啊！好啦，魏時秀。哦，各位觀眾，你現在看到的是客家，魏時秀鱷魚吃牛肉有冇？真的好食，特別看到清歡喜，對嘿，來，唐人那邊欣賞的公平來。誒，搶手下欣賞。確實有樣好食，好食嘞，真係。接上我食到嘅滷味嚇，唔係講阿鳳唔到兩時看到佢，放啲嗌咩當我看到佢啊，看到佢所以有東西好食。佢來唔係講帶一啲嚟嘅，帶特出嚟多嘅，係咪？開房嚇，所以講要笑容滿面，搶冇搶客家人啊，對嘛？係啊，開房冇客家人嘿，客家人就比較節儉嘅，對嘛？咩冇一天下上腔啊！啊，佢上任嗬當要求非常適合唱咧，安尼小調歌曲。尤其呢一首歌曲採茶嗬，非常好聽，又個親難唱。我去年8月17日時在國家劇院有唱過呢一首歌曲，受到很多觀眾朋友會肯定啊，呢一首歌曲非常好聽，又會見那部嗬嘅歌曲嗬。喺藝唱嚟說，我要記雜誌一本經驗啊！你當然以前講多少啊，你多少嚟唱四樓嘅牛爭嚟。以前呢人唱嘅鹽係飛嘅，記住你要唱，我是嚟叫多少四位做爭嚟，潤要做比好，我是本隻經驗哈。還有就是南山咩南山，南山南市。其他嗬非常嘅嗬，讓你肯定嗬，你當我彈嘅歌曲，希望下回嗬製作單位能夠接上反應嚟
唱歌会，你是东西好噻。对，好，充电的后来了，来，起落，走。好了，来看一下，你都拿到一朵大红包看一来。下总雄跳嘅分数。哎呦，气炸风暴66.7，炸哦45又加分了。油哦，聽講油很快。這成本幾條時間做的咯。哦，金本英誒，哇，虧大了，大傻都送67隻出去。哦，因為全部按唔會衝啊，哎，正經啊，唔會變。哦，恭喜你啊！恭喜啊！大家恭喜，生意越来越興旺，好不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啊！謝謝安子姐，好了，再一遍大家，謝謝，感謝自己哈。好了，殺下來，謝阿妹。哎呦，好，陳子怡帶來快樂向神仙。哎呀，我們3億之光啊，來。哎呦，子宇，新年快乐！你好像仙女一样。我们这个新的3亿之光啊，对，3叉年啊，3叉年。你们年初一，哎呀，拜年，要先跟大家拜年一下，祝大家庖丁解牛，扭转乾坤，牛年行大运。谢谢。第一句是什么？庖丁解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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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大家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心应手。我们会上字幕啦。那么深奥哦，深奥的，那么小，你背多久了？啊，哪里找到的资料？
学校有教。哦，学校有教哦，有读书啦。哦，有读书。哎呦，你看从一个小妹妹，哇，现在也变小女人了，真的很可爱。还有出唱片呢，发行的传奇 CD、DVD 呢。还有 DVD 啊，哦，这也是希望高中可以加分的。哦，做对了。这也可以加分。考艺校这个可以加分哦，真的真的哦，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加分的。你现在是要考国三要考高中了，对啊，高中你想读什么学校？艺校。艺校，就艺伎的学校。艺术学校。安爱呢？艺术看她就是这么有气质，有没有？仙女一样，艺术学校。哦，那好好的发展，以后当我们的演艺圈的后辈，好好的努力，对，希望你有很好的前途，好不好？加油，好不好？加油！哦，根本已带乜个好料问他噶。我今天带3亿的名产。哎呦，3亿，这长得好特别啊！切片，我带3亿。带这个有含义。哦哟，有乜个含义？因为你看，我们3亿就是用木雕来出名的，这个就是原木，然后把它做成面包，所以它是木头做的。不是，它是长得很像木头哦。做到像薯条的样子哦，像薯条的一个面包。它里面有包红豆，因为我们的木头有一种材质是红豆杉，它是国宝级的。哦，所以吃起来会有像红豆杉的味道啊？没有，它是象征红豆杉，所以它添加红豆。这个感觉，哦，摸起来真的像木头哎。对，很像啊。哎呀，会蹦茶。要蹦茶。哎呀，我看有没有檀香味。有没有快木的味道？好吃。哎呦，我住3义，那个从小那边长大，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吃过。你也没有吃过？你没讲哎，你给别人。朋友推荐这个很好吃。那你把我们当白老鼠？我们现在试吃看看，没有毒。你做的是嘞。还不差啦，好吃，而且很有特色啊。它就是应景3义，因为出产木雕，所以也是用木头做成一个面包。对，外面还有刻纹呢。哦，这个要懂有没有买哦？年轮，包游览车去买，好不好？好，来，冲起来，唐先生贡品来。抢这位先生。哦，至于吼，给正经细看你台呢，之前我的某某台做评审欣赏的时间，我就看过佢嘅。某某台表演咯，佢唱下架歌跳舞，以前都同我跳舞。對啊。你講佢比其實神探也好啦，韻味也好，做咗動作，我知道一上演做的因為佢興趣也好，佢愛做嘅東西，不看人本意支持，又有舞團，就好好的把握。大家只要看看。真人编台给他侧面啊，还有给唱歌一样哎，你不觉得有点像蔡幸娟吗？有唱，唱一对啊！我背着吉他，你做的扯在方向去行。我们客家也会有小蔡幸娟，希望之余继续往你的梦想前进，好不好？然后继续爱唱客家歌，好，分享赚来了，好，加油哦！好，来，看一下可以做拿到一朵大红包嘛，好，来，看一下陈子怡给分数。一不登天地。非常好吃，我认证。蛋卷哦，销魂了。摊板是唔多用个啥？哎，好吃的。销魂。有没有爆香？有呢，有啊。爱的魔女光跟街。看一下陈子怡给分数。65.7，60红包，恭喜呀！哎呦，恭喜之余，哎呀，对啊，3义这么优秀的这个子女哈，请大家多支持啊！请个转心，子怡哈，好，加油！好，谢谢，好，努力啊，好不好？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不要辜负阿婆对你的期望，好不好？好，加油！好，继续。好了，回座休息，谢谢。好，杀下来呢？杀落去中國真帶來人生舞台。好，嚟彈翻啦嚇，人生舞台。
去难言，因一路靠自己，脚步踏步途理想，一步一步莫行撇，台上演戏3分鐘，台下63年歌，去從前擦夢亂錯，一步登天比高。人生舞台戏难演，一路靠自己，腳步踏步途理想，一步一步莫行撇，台上演戲3分鐘，台下63年歌，去從前擦夢亂錯，一步登天比高。上演戲3分鐘，台下63年歌，去從前擦夢亂錯，一步登天比高。哎呀，果真太高！哎呦，很叫我見，很叫我見，真的真的，當叫我見當叫我見，冇見，哎，你變老了，又人又人啊！你多年咧嚇，包括19年咧，你看按照節目17年嘛，17年，哎，其實佢們算第一屆啊，第一屆20關得主，哦，正經哦，哇，跟莊鴻儒老師啊，平屆啦，平屆啊。你大他一屆，對嗎？你是學姐，應該是學長，和學姐啦，對啦，學姐，梯階，梯階，第一張，一聽一張，哇，你做第一張你是管裡面呢？哎，哦，啊，第一張你是管裡面呢？哎，哇，你是管裡面不容易耶，不容易呢，要過關斬將，真的是哦，20關，哎，真的，哎，因為我按舊，你這製作單位很厲害，哎，做有辦法都挖出來啊，梯階，很親得到，很親得到，表示還有啲衝啊，就以來講，哎呀，哎呀，冇啊，冇喊好耐啊，香港係要教學生嘅，教學生你也都到沙期呢教唱歌，沙期你不會讀教唱歌，所以他還是沒有停啊，還是一直在發揚客家文化，繼續唱歌，對啊，哇，哎，真的當翻譯，佢咪做有腔，係啊，貼片節目都做腔，以後都來啦，好，製作單位有錢，沒辦法，有閒時間來唱歌，我們大家聽，係哦，好，佢咪在度蠻好料嘅啦，哦喲，過年時間可以來，哎，帶到慶祝當有名啊，蛋卷，剃頭蛋卷，飯頭，哎呦，剃頭。花生誒，福源醬哈，福源，哎，對，福源愛，福源愛也好，福源好，來吃看到，對，
非常好吃，我认证。蛋卷哦，销魂了。他们是不是都用个啥？哇，来。哎，好吃我哥销魂。有没有爆香的？有呢，有哦。爱着魔女光天街。我们的女导师。厉害。我讲你没有录档杯啊，你听那发电动球哦，嘿，这样听得懂。哇，等一下不用吃晚餐了啦。哎，真的是饱了，可以。欣赏。一般蛋卷就是很普通啦，里面也没有什么馅，可能。对啊，哦，这个包。你会包嘅，跟清油面嘅，跟新竹清油面嘅，清油面嘅剃头酱。剃头酱。赞。按照我看到哦，嗰啲湯都好。你睇個暗號是咧，發都講唔清楚。來，那邊先生。還有江鳳儀先生，國珍老師哈，佢唱嘅啲流行歌有冇哈，非常好聽。哦，可惜哈，呢類人老啲啊哈，冇唱得按歌。因為佢上嚟有條歌因為夾唔上去，嚇，所以講雖然佢技巧當好，因為佢會了解。缺點有冇哈？該缺點嘛，佢會了解技術落去掩蓋過去。因為講平常你冇動上水堂哈，你是不佢蒙騙過去嘅。好，比如說3分鐘有冇哈？佢會用嘅技巧為了佢唱上去。對。冇唱有啲人唱歌嘅人，佢會硬綁上去，可是佢唔會，佢會換氣，可是佢換氣是冇講本人講彈落動清楚安尼哈。所以說寶刀未老，喊你唱得動嗬，你請厲害，新年快樂哈！是寶刀未老，老當益壯。對，來，看見咗拿到一個大紅包來。看一下總決勝嘅分數。96紅包的，恭喜太子啊！哇！有限時間就來，好嘛？好，係啊，真哥，好平安哈，平安，按住先。哇，點會本出幾多紅包咧？你很拉嘛？很有啊，很有足呢。屯吃咗特面啊！好啦，我哋沙落，喺國愛路還有突然風帶來歌橋前夜。來，看看啦。
琴瑟和鸣啊！哎，精彩嘅表演。哎呀，國泰國你哈，哎呀，支持人哈，很叫我見啦哈，所以年人有咯，年人有咧，年人有哈。真係仲要教你下，有讀到高新年咧，有讀到好誒，有讚美時間。哎呦，來，先同大家拜年拜年哈，來。慶豐新樹金牛年，祝福送到牙面前。哎呦，接到。大家共下來共嘢，祝福大家太賺錢。賺，賺錢就出來。牧師就不一樣，講話你看，哇，多嘹亮，都高亢，最後一排都聽得到。哎呀，元豐子，看到我都向到感嘅嚇。係啊，要帶來嘛？要啊，準備好了。哎呦，真係啊，切好咧，對，看一下。哎呦，介紹下佢哋嚇，呢係火利蒙，呢係火利蒙，外國在種嗎？那黑很多人講，血橙也是叫紅橙，它的維他命 C 是最高的。還有黑帝王柑，你的最愛。這個是新金，也是新品種。新品種。這三個看起來就，這個哈，我介紹你先吃這個，先吃這個，再吃這個，有順序就再吃這個，再吃這個。先吃倆。這是味道不一樣的。好甜哦。倆黑柳丁嗎？這是季節嗎？
佛利蒙现在季节最早有的橘子就是佛利蒙。你还敢没有？嘿，给那么囤橘子有成去嫁接？没有，它是它的品种，是外来是越南的品种。哦，哎呦，好吃好吃。嘿，阿公啥螺是俩呀？嘿，是俩，是呀。那心经。是甜的。哦，甜吗？好吃啊！哎，两天甜咩？对呀，很甜。哦，难怪要照这顺序吃。最后帝王柑，为什么叫帝王柑？帝王柑就是最屌的、糖度最厉害的，高，它的是非常清甜的味道。对，两枚黑马哈。帝王柑。不要直接晕倒。甜度够了。金毛俩暗甜，不过几个蜜头，它的味道很不一样，清香，清香。对，哇，4种都好，4种都好。毛香用的蜜头，好棒哦，很赞，全部几个全部几个中呀？我老公种哎，感没受。刚才吃太多油腻了，来点水果。真的，对，好棒！饭后水果，这制作单位真会安排。对，还有前菜、主菜跟那个水果。对。那所以高牧师你来干什么？天长啊，你按切的就冲来哈。来，比如说糖豆给两位冲过这东方意啊，系啊，冲上好。东方结合对吧？对嘛？好，来，看起来做的。拿到一道风包，但是现场公平啊，来，抢求下欣赏。来，两是喺上前讲到说法，无法讲，无法嫌啊。你呢高位的牧师哈，佢去那比赛都拿到头名嘅啦，叫亲吻，潤豐來講，佢染質得非常嘅好，樣式配合佢啲創立版，嗰個平板創得非常好呵，還有表情，尤其家最每隻 ending 嘅表情咯，我亦創意我個廣播真夾熟呵，唔過嘅潤豐嗌一本就建議呵，你就下睇房地我冇要見，冇講啊，你既然樣式對創來，你木做說一看佢。就個要見嘅木做會成嘅咩？係嘛啊！嘅表情方面，他睇房地我冇見，我見呢兩首表演得非常好，加油！謝謝老師，看一下，準備拿到一道紅包來。國外路還有突然風嘅分數。96.3啊，還有95分鐘啊，你啦，冇講好，安尼做6隻嗎？6隻紅包哈，唔得啦，全部搬掉啦，咁帶人到嚟，我拿粗叉啦，呢個冇粗叉，還是帶卡到。啊，卡到對啊，還要用宅配啦哈。哦，啊，這些，謝謝，恭喜哈，在面上所謂的，哎呀，真的係。對，糖個暗後，糖個果又暗後，又吃飽了，暗多東西好食，真的哈。我相信觀眾朋友們看到人家是咩懂翻譯，感覺自己的是樣嘅啦。可能在電視機條前面在吃東西。對，好，新的一年牛年哈，祝福大家哈，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哈，春太甜，發太財，太吉太利，對啊。好衝各位朋友，記得打電話來，09666766，還有你嘅傳真電話，227778131。好，等大家報名哈。等打電話。多謝大家收看，因為呢，還沒有多謝辛苦評審先生，謝謝。先生，新年快樂，牛年行大運。哎，什麼年老爺群生啊哈，新年快樂！恭喜哈！紅包開始可以拿到紅包了哈。什麼小康欣賞，恭喜欣賞！哎，牛年繼續幫我們加油！什麼？還有辛苦嘅天從嘅廣州女人，辛苦咧，新年快樂！好，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牛年到你台，牛年衝下來，新年快樂！